路况报道，屏东特产消息。因为国内兼世界各地济单身狗，这一摆要来找犬种培育专家 Dr. 高碧云驻单身狗预防社的研究。特产所有的大条路、细条巷，拢总拍死角，影响的全面扩大到屏东、林鹿、内埔、万峦、潮州、坎顶、万丹。本台驻特产特派记者韩多尔表示，除了内政部派出10万警力来解决交通拍死角议题外呢，交通部为了解决交通运输的问题，实施高速公路规工无收过路费，无坐满3人不得上高速公路等等的措施。台铁、高铁、巴士拢开加班车，对着校补等待坐车情绪失控的人数愈来愈多。一对宗教团体嘛派出大量的志工来安达群众的情绪。外交部方面，外国人士入境的理由，若是要去特产注射，为后日开始暂时无要发签证，以免增加国内负担。乌白体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紧，今仔日的节目就进行到这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咱后一摆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遥远的光线是要去的所在，一路摇摇摆摆，摔真多摆，也学袂晓乖，空我的风景，亲像写袂完的歌，沿路来来去去过路的人，方向拢无同款。茫茫渺渺看袂清，脚步着愈坚定。怀念的所在，熟悉的形影，藏伫心中，永远藏伫心中。当初出发迄个少年囡仔，已经是坚强的人。青春的故事做过的梦，再会啦爱过的人，轻轻唱着彼条怀念的歌，咱行伫人生的路，青春的消失，咱拢会老，再会啦目眶红红，心中的迄蕊花，甘也开伫遐，目睭
笑，无讲话。